一个世界啊，系由两种人组成嘅，细奶老细妹，细妹老细奶嘅，细奶托细妹做伴娘以后，组成一个家庭。因为五人家庭真圆满，男人真幸福。故说大家会讲，男人嘅另外一半系五人。唔呢，应该讲五人嘅另外一半系男人。好啦，我咪攞拗啦，我哋睇男人，唔可以讓四五人計較咁樣。你讲緊乜嘅話？本來就係啊，自己係計較起來，你哋細妹佔都冇一半咧。佔冇一半嘅係十股嘅三股。咁樣嚟講啊？呢個男人同五人加起來係10分嚟講，男佔7，五人佔3。唔偏乜嘅樣講？唔想講啦，男人嘅男寫起幾多畫？7畫。五人嘅5。3畫。7加3。10畫地位度，男人佔7，五人佔3，7比3錯冇？錯下，7比3我同意。男人講嘅話，7分係碰風，只有3分做得。詳細參考。好咧，唔是呢個最啱。橫正嚟講，男女之間五人咩佔一半，係7比3。7比3好啊，我同意。唔過我嘅7-3，老娘嘅7-3，內容無共樣，我唔係碰風嘅喲，只有我嘅道理。哦，唔用嘢道理，我用我講法。唔看，體力上男人強，五人弱；男人7，五人3。嘅耐力好，五人強，男人弱，五人7，男人3。哦，唔看哈，你係一隻鹽。就講你係鹽係男人心智發動嘅分布圖嚟講，你7分係事業，覺得除咗3分咯，6分5人。哦，係講也係5人嘅心理地圖，按樣也7分6分家庭，除咗3分嗬。本男人做事業。跟男人那樣。男人哦，男人都有地圖當背啊，就像個朗朗上上嘅點啦，一點幾點，下巴我還看唔到咧，像唔一點哦。我係講到地圖當背啊，用放大鏡來尋，冇天作係尋唔到咧。另外呢事我老講啦，細妹人啊，冇同我啲個買醉法啲個最硬啦，細妹人聽聽就唔好啦。樣嘅喏，因為啲細奶人嘅心目中，最讚嘅細妹係7分嘅性感，我加3分嘅自我。既然地道喺度聰明嘅細妹人嘅目做地道，樣嘅男嘅人真係最讚嘅嘛。有乜嘢？有3台奔馳加7棟撇裝。天道咁樣啊？故說啊，像我一種有些事要衰嘢屋嘅事，藝術才有結過婚嘅男人，你欣賞唔欣賞？對我哋細妹人來講，一時嚟都冇年態。原來有細妹人看上細奶人，完全為咗錢。唔係，我哋細妹人係因為看上錢，爭到男人面前爭昂。我同故說啊，冇諗我哋細妹人啊，當做係昂馬啦，當到細奶人仲係夢想講，去征服世界，贏到細妹人。唔係講當到聰明嘅5人啊，就係啊，征服男人，贏到世界。跟人哋老親老講，見到細妹人話到個征服嘅男人，就得到全世界。我老親老講啦，男人老7分6分事業家庭之5，哪位3分6分？咩人啊6分？6分咩人啊？6分小三啦。小三？做乜個小三按到4、3喎？我樣會啲啊？因為佢接3股。當唔怕見手呢，還好意思講？佢而家咁唔好意思咯，個天使嘅連續劇全部人做嘅啊！個小三哦，越係講偏偏的，講黃黃的嗬，屬實你別講。就係因為有小三，故所我就細妹人離婚嘅時節，當做得到7分嘅財產。5人得到7分嘅財產哦，男人得到10分嘅自由 ，I'm free。當不見呢？乜個不見？我怪就怪你的婚姻家。結婚以後啊，唔注意打扮，變到黃面婆。唔正經啊，老古董嘅頭腦啦。我講也父母窮樣嘅啦，男人嘅另一半唔係黃面婆。計嘛計？白造天陽子，成立5朝年。我講也細妹啊，全部啊上得了廳堂，下得了廚房，殺得了木馬，查得出異常，做得了生意，討得回欠賬，開得起名車，買得起新房，鬥得過二奶，我打得過流氓。總講啊，男人靠邊站，女人當自強。厲害啊！你厲害哈！唔講厲害呢？樣板啊，本來講啊，男人嘅另外一半係5人，
也一讲5年的男儿一班系男人，至少男5啊含国占一班。错啊！我都无问啊，我点解讲男5啊系73，跟有拗讲男5系37。不过这种事啊，跟男人咩还有一分啦。你还好些呢，啊，你还将就了老公啊，比你特意的。哦，感情嘅小三保小姐，我就老佢 net。我唱现实无，唔想看啊，忽然间恶错咁好。我都喺度很安辛苦嘅嘿，还没因为啊老公啊功能慢慢的退化，无奈何呢，我就做姑娘嘅啊，正好当日都嘅呀吼 update 维修升级。哎呦，不过很样维修升级，咁咪就一般的呢，咁还有哪个一般是的啊？跟人讲哎呀，公婆，迄终身嘅判离呢？唔可以查啊！哎呀，你看你判离嘅判，用下，就一个人顺方一个班啊。哎呀，跟离是的，一个人顺方顺口离。唔看哈，啊，一判哈，啊，一3人，张一般的人，嘿，跟离呢係2隻口用一撇攞佢連起來。哦，跟人講呀，2種嘴啊，你垃圾啊，咁變一3人，你講到冇？你係2公婆係叛離啦，一隻家庭啊，你講搶要半樣天天冇老公。你也咁有完整？當然冇完整啊！無所講，那我一般啊當重要啦，做唔得，男人當有用處的啦，錯冇？啊，好啦，既然吼，咱用強上4年啊，要讓下來，講到按有道理，我就暫時都不卡吼，老公啊留咧開嘅啦，威啦！哼，嘢講感到腦袋亂來吼，佢嚟高興，我冇去高興佢，我出隻大包裝箱。快遞寄出，萬人愛就基本萬人。啊，看附件使用說明書，方便迅速操作。還有贈送說明書？我講，一說明書我配起來哦，也係我一位好姊妹寫的啦。寫到當精彩呢，佢講家譜啊，佢用過當有效哦，一下就留個小三合作呢。佢講乜嘅天下老公一般無，全部同用。電視機前面呢，好姊妹記起來哈，有準備有報備哦，喊你扮那講有事業嘅時間，做得啦。好咧，披薩冇事啊，唔知有事啊，實個說明書寫埋念出來。好，我念問大家聽吼，要老公使用說明書哈，來聽好哦。一品名，老公有很多倉庫先生，也係5個4年嘅阿爸。2成分水、血液、脂肪、肌肉、老骨骼組成嘅碳水化合物，包裝材料最甜實物，內容物5種完整。出廠時外形係拍zan嘅肉色，等等時節變化會出現V5度、古杯、廣檔一道現象啊，含做地用。這個頭也怪呢。分散品主持反超，老母愛犯難時精神官能症，對唔愛用嘅患者無效，嚴禁就3寸服用，保溫到常溫即可，通風不良會出現再出、炎出、腳出、腹結出、大排卵凍出，一道現象都算正常。你鬼神暗出啊，乜人咁愛啊？本產品保存期間難講，本產品無術後服務，使用前請謹慎評估，開始使用不得退貨，使用對象成年5歲，使用時使用者係講發生頭腫、面腫也都情形，請積極停用，通過開立相關文件，勞法院申訴，同時勞保險公司申請理賠，最後請記好下輩嘅注意事項。還有乜個注意事項？使用時嚴禁講2隻字，哪2隻字？無用。冇用，係講言必講嘅，造成嚴重嘅後果，全部由使用者自行負責。你啊神奇啦！你啊細妹哦，自己當聰明呢？佢形容家老公啊，乜個V5度啦、廣檔啦、腳會粗啦，還會打人啦，還冇用啊！讀書機啊！讀書機，你幫佢下咯。廿個人一班啊！啊？廿不鳥。